哇！啲作品咁特別嘅，金光閃閃，仲有立體感。係啊，呢啲作品係仿銅片浮雕畫，係視藝課後班部分同學嘅作品。咩叫仿銅片浮雕畫啊？等我哋坐低慢慢介紹啦。仿銅片浮雕畫就係用薄薄嘅仿銅片敲打或雕刻出圖案，變成一幅有質感嘅畫。用仿銅片做畫布，用工具敲出高低起伏嘅圖案。我知道，浮雕藝術係俾圖案或形象從平面上突出嚟，只係喺牆上有立體感嘅雕刻。啱啦！本年度嘅仿銅片浮雕畫主題係中國傳統文化。子欣，等我考考你，睇睇你對中國古代常見嘅圖案認識有幾深啦。嚟啦！龍係中國嘅傳統神獸，你可唔可以估到佢象徵嘅意義啊？答案係象徵權力、尊貴同埋吉祥。哇！呢幅作品真係栩栩如生啊！心柔，不如我哋一齊去睇下仿銅片浮雕畫嘅製作過程啦。去片。仿銅片浮雕畫嘅工具有點畫筆、暫刻筆、薄身仿銅片。首先，我哋用暫刻筆畫草圖，可以利用轉印技術將圖案轉印到另一表面。而當中都運用咗鏡射圖案技巧。咩嘢係鏡射圖案技巧啊？鏡射就好似照鏡咁，保持咗物體嘅大小同埋形狀唔變，只係倒轉咗方向。睇下魚嘅圖案已經轉印到仿銅片啦，但係方向倒轉咗。有咗作品嘅雛形，就要將作品變得更加精細。當中可以運用唔同嘅技巧，但係要注意力度啊！如果太大力嘅話，可能會整爛仿銅片啊！如果想作細部雕畫，可用暫刻筆作精細繪畫。如果想加強凹凸效果，我哋可以用點畫筆喺仿銅片上邊來回滑動，以加強凹凸效果。繪畫較大範圍時，可以用點畫筆較大嘅一端來回滑動，甚至可以用力按壓，突出壓痕，增強作品嘅立體感。作品終於完成啦！真係同學嘅心血累積，作品真係有立體感。子欣，多謝你同我介紹仿銅片浮雕畫，我真係好鍾意啊！因為作品真係非常之有質感。我都係啊！同學仔睇完影片之後，記得去 Google Classroom 回答問題啊！拜拜。